伫家己新港正出名的北管乐团武凤显，伫1919年创立到今，即马煞面临着人口老化，嘛愈来愈少人要学的危机。毋过好佳在即几冬有袂少少年辈加入，即个100年的献社嘛，借即个西晋王爷圣诞的日子，要来举办拜师典礼，互即阵少年人继续传承北管。主题向师傅献茶，接过师傅传承的乐器。嘉义县新港武凤显初6载时举办第7代主题拜师仪式，新加入的地主讲，未来因会担起北管传承的责任。互武凤显永远一直存在伫这个台湾，互北管这个文化、这个传统文化一直传承落去。就年轻人可能越来越少，就是比较不知道这个是在做什么，所以就希望可以想说介绍给一些身边的朋友。长辈啊，都已经快要就是退休了，然后也没有新的年轻人来加入，继续传承这个传统音乐，所以我觉得新的世代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。这样。新港文教基金会指出，武凤显是新港北管的文化，嘛是在地一个有历史背景的团体，会当找到第7代主题，这对新港在地文化发展来讲有真重要意义。除了文化传承以外，会当互咱少年囡仔更加来接受，互咱会当。一代一代个传落。过29年要到30年呢，会当搁再来招生，搁来开馆，互这个第7代的主题来产生。这我看相信将来呢应该是无问题。新港因为宗教信仰的发展，较早有真侪北管乐团，甚至阁有北管秀的名号。新港武凤显表示，将近30天的时间，毋捌举办主题的拜师典礼，即届会当有少年人加入，互因对北港文化的传承愈来愈有信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